婚礼有民众是要甲厝内面的人出国旅游，参旅行社注文泰国的旅行团各纳4万的定金。2天了后，业者却通知讲，这团有人客要装包，爱因换时间。民众是批评业者做生意是无信用。 美丽舞者车花餐厅，泰国旅游影片真吸引人。住伫婚礼后尾苦城市，进前向出名的旅行社网络注文，泰国6天5暝旅行团，这口罩4个人都要去。伊初次出面指控讲，初时去问市纳4万块的定金，不过2天了后，煞互通知原底预定出团的时间有其他人客包团，要求因刷团改时间，并且黑白修改成团的人数，批评旅行社手法粗残，无信用。机位9位。 已定4位，剩余5位。当初我们签的旅游定型化契约是10人成团，所以说这一团表示永远都没办法成团，只不过是因为我没有把机位让出来，以时间给该公司其他的团客。 旅行社表示，刷团只是禁忌，并无公表。若消费者无换行程，也无爱刷团，也是会照定型化的契约行。出发前7天会通知敢会成团，若无法度成团，会全部退还定金。若网络的成团人数只是参考，随时会当调整。有其他的团体客人就是要把它就是要包团，所以变成说要把这组机位用掉的部分。那站在公司的立场，就是我们会告知客人说，那是否能够请客人 做挪团的部分，或者是更换行程。当然，我也有告知他说，按照旅游契约书，我们最晚在出发前7天会告知他说会不会成团，有没有达到成团人数。公务官所来介入调查，这个是行政调查的部分，有没有违失？那另外权益的部分就是跟这个品保协会这边来主张、来申诉这样子。那后续如果还没有协调好，也可以到我们地方政府消保官这边来调解，或者来进行2次申诉。 婚礼官府消保官强调，苦城市已经先付定金，业者袂当以税后结案来要求消费者改时间。民众若认为讲权益有受损，会当向交通部观光署、品保协会或者是官府来申诉，搁有调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